要食得健康又好味，梗係首選 Clearwater 北極貝，加拿大無污染冰海野生採捕，鮮甜爽脆，解凍就食得，外形吸引，營養豐富，做刺身、壽司、沙律涼拌，味道都一流，鮮甜可口，烹調簡單。炎龍仲推介野生北極白玉貝及野生全隻熟麵包蟹，一於發揮你嘅小宇宙，將 Clearwater 產品變成色彩繽紛又好味嘅菜式啦！Clearwater 產品各大超市均有代售。總理卡尼上任後首份預算案出爐，一方面提出大規模投資以支持住房、基建同埋經濟轉型，另一方面赤字走勢備受關注，大幅增至783億元，未來數年將會喺控制財政同埋推動增長之間尋求平衡。呢一份預算能否兼顧經濟韌性同埋民生保障？請收睇星期一晚6點45分，傳媒對焦。新加坡軍龍驅風油之傳媒對焦係由新加坡軍龍驅風油贊助播出。代表香港嘅食物 ，Brandon 呢邊開始。波完咗12，你好嘈啦，好難啊呢個人。我要爆 show，星期三下午4點20分，新時代電視一台。當你以為你一定贏嘅時候，你已經踏入非理性賭博嘅第一步，自制、自省、自控，成為一位真正嘅贏家。新時代電視提醒你，理性賭博適可而止。